高雄大树的玉荷包奶籽产量是全国第一。今年虽然有6、7成拢有开花，也毋过对3月底开始一时寒一时热，奶籽拢落了，只剩2、3成尔，损失是真大。早起农粮署佮农业局嘛去现场会勘看敢会当来提供补助。来到大树奶籽园，规片树丛拢无结果子，农民是哪讲哪心酸。原底今年奶籽丛开花够6成，想袂到为3月底开始，气候无稳定，透早下暗的温度相差超过10度，佮加上透南风，奶籽条果率剩2、3成。农民怨叹，今年奶籽的产量是上歹一年，心血拢乌有去啊！今年的气温特别高，落差温差落差也很大啊，所以个幼果群就没有办法承受。以前是补助1万啦，上个讲偌济，上个是会当去提高啦。若要算阮的成本是爱投2万啦。高雄大树区种的玉荷包产量甲种植面积是全国第一。农会总干事表示讲，今年中南部奶籽拢落了啊，剩大树区阁有条果。初10透早，农业局邀集农粮署等相关单位到农地会勘。农民表示，伫奶籽生长的过程阁有闭气的状况，产量会阁减少。5万1分地上无爱补助2万，才有够成本。如果若确实真正有达到迄个栽损的这个标准当然咱经过专家的这讨论了后时，那么会当来甲农民做一个栽损的这补助。今年奶籽条果率较歹，产期嘛延后1礼拜。按算今年奶籽价少会起到1斤可能要80-90块。初10的会勘状况，农业局会甲结果交予农业部，由中央来公告，看敢有符合天然灾害补助的标准，核定补助的金额是偌济。记者钟义辉、邱兆勇高雄报道。